宜兰县外面国中小的师生136人，要来实行一项驶帆船摄台湾的计划，沿途阁会来捡海洋的垃圾，而且伊嘛邀请全台湾36间wat海的小学生做伙来参加。今仔日伫苏澳渔港来出航，总统赖清德特别来甲学生祝福。 两只大型帆船伫苏澳港准备出航，宜兰甲边国中小136个师生要用接力的方式，驾驶大型帆船驶台湾一年，航程28天，下午早起为苏澳港出发。总统赖清德嘛到场卡锣，祝福学生囡仔出航一帆风顺。伫水时阵提起台湾是海洋国家，台湾人是海洋公民，政府成立海洋委员会，就是要丰富国人的海洋生活。那我们成立海洋委员会就是要带动 全国人民来了解海洋，探索海洋，走进海洋，丰富我们的海洋生活。学生囡仔要航行1939公里，过程除了捡海洋粪扫，还会甲国家海洋研究院的科学家做伙进行海漂粪扫、海水表面塑胶微粒海水酸碱度加营养量的调查，了解目前海洋所面临的问题。然后这次可以在一起跟着出航，而且是参加更长的航程，感觉就是非常的开心，也非常兴奋。这样还是有一点，因为从没有这样子的经验，所以总会有一点紧张的心情。 台湾市民拢海充分利用海洋资源，引入教育课程。各名国中小希望透过实际航海，自细汉培养台湾所需要的海洋人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